欢迎收听车帮放送局。大家安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倒数的第一车帮的节目《车帮放送局》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读册会。今仔日是第一季第9集，我是小嘉，也有甲我做伙主持的阿明。咱今仔日要读的文章有2篇，头一篇是发行人的话，接落去的记录，作者是聪美子纪念基金会。这篇文章伫咧台湾通信特刊的第341页，线顶第130期第1页。第2篇是苦瓜下皮，作者是国基。这篇文章伫咧台湾通信特刊第629页，线顶第88期第16页。安尼，咱先为头一篇开始。咱头一篇有20%，有啥要来先读的？头一个会使读3%、4%拢会使。我举手，我先来。好，歹势，我拄则无看到，你有举手，你要先来哦。好啊，我无举手，我是用讲的。哦，你为甲我客气就对啊，我无咧看荧幕呢。所以我用讲的，我讲我举手，我先来。哦，原来是安尼，我误会啊。好，安尼既然阿明报名，安尼就互你先来读，看你要读3%、4%拢会使。好，请。发行人的话，接落去的记录，聪美子纪念基金会做一个台湾通信的发行人，对1993年年底第15期开始，一直到今仔日的第129期，已经发行超过100多期，已经经过10多档啦。囡仔经过10多岁的成长，应该会走会跳会唱歌，真独立的年龄。但是咱的台湾通信、台湾语言文字化以及台湾文化主体性的建设，今仔日要真正参像咱代表图案，一个农夫，一只老牛，用这个图案代表咱的过去，真适当。因为咱伫咱家己的产园耕作拖磨，要用伫今仔日，所感觉咱是伫打一个真重的担，用真慢的速度，看到茫茫无边的台湾的土地，看到台湾人袂当觉醒，看到真侪伫台湾的中国人无要做台湾人，无要做伙耕作咱的土地，无要嘴讲台湾话，手写台语文。咱遮的工作者有时会手软，这只牛甲这位地草犁仔的农夫，感觉到带咱踏入去明仔载出头天的世界。雨落了，路边互人吞大的杂草，对伊的根就付出辛劳。草根袂死，但是草根永远都是受人吞大的对象。草根互人看无一块，草根永远毋是正统。草根无亲像玫瑰花，会去互人放伫大厅的红架桌顶。好，以上。感谢阿明替咱读头前4%，大家敢有听到啥物字要提出来讨论呢？我是有听到一个字啦吼，伫咧第3%下骹算起来第3纸吼，无要做伙耕作，还是耕作咱的土地？耕作哦，毋是耕作哦。毋是。感谢啊！大家敢有听到其他的字想要提出来讨论呢？啥物谣语的所在敢有？阿杨，请讲。我敢若是想要问讲，图案甲图敢共款，敢会使就直接讲图就好？我感觉会使呢，因为你若是有甲这篇读过吼，你会发现讲伊其实有真侪的语词是用华语的方式来写的，所以可能伫读的时阵会感觉有淡薄怪怪，就尽量若有法度读的，就甲伊读出来。若是你若伤过奇怪哦，嘛莫硬去甲伊翻做台语，就是照安怎讲，咱讲台语的惯势来讲嘛是会使。嘿，这是我的想法。好，感谢。好，感谢因的问题。安尼敢有其他的问题 ？OK， 若无咱继续后壁为第5%开始。嘿，拄则阿明要读正经，我有看到话剧有开麦吼，是毋是想要来读几趴？好厉害呢！嘿，对，蠢蠢欲动吼，蠢蠢欲动台语要安怎讲？我袂晓呢。阿明，你敢会晓？手咧猫？
会使讲我是捌听人讲尿尿蛇啊，哦，猫猫蛇，好，看到话诶、剧伫咧猫猫蛇，好，来，咱来请话剧继续替咱读后壁几趴，我看4趴好啊，好无？好，好，请。十几年来，咱创美基金会甲台湾通信的同仁兄姊，会使讲是用团队人的精神，日日除了工作事业、煮饭、顾囝，剩的时间就是为即个杂志打拼、奉献、付出，完全无计较任何报赏，完全无任何物质、名声、地位、收入的要求。用真情甲无私来面对坎坷，即个词我袂晓念。的道路，因暗时伫房间内家己流的目屎，只有天顶的天公伯仔看着。因看着日日咧沉沦的台湾社会的语言甲文化，知影草根虽然袂死，但是孤单阁郁卒。咱面对即个无情的台湾政治，咱的草根运动要安怎再出发？天公伯啊，要帮助咱，嘛着经过咱家己的头脑、意志甲行动。咱敢继续要行即条老牛拖车，要上徛的古路？即条古路若无铺淡仔甲，即只牛车若无挂莫达，敢会使入？咱除了着继续日日用草根的润命，做每日着做的代志，继续对小所在开始，无论写稿、收稿、排版、美工、印刷、邮件、收支，拢做到完完全全、清清楚楚。对咱家己的兄弟姊妹的困难甲艰苦，同心合一，互相鼓励安慰。亲像咱最近去台北看过咱的同工伫破拼的主诉机制一样，同时鼓励读者投稿推广经济资源，但是搁较重要的，咱咧做遮个代志的时，是毋是有深刻体验到啥物是咱的草根精神？好，以上多谢。好，感谢话剧。我拄则是请你读4趴，毋过你才读3趴，因为这3趴嘛真长。无要紧，敢讲要补1趴短短啊，第8趴。哦好，我来报一个。好，努力。咱的草根精神，简单讲就是一个有血有目屎的精神。咱用咱的血甲目屎伫做人，向前前进，无惊。草根是一个无惊教条、无惊法统、无惊道统、无受束缚的改革、反抗、煽动、培养革命的反乱者的精神。好，以上。感谢话剧。我有看到几个变调的问题吼。第5趴的第3段，剩的时间，迄个剩毋免变调，吼。下骹算起来第3段。房间内家己流的目屎，后一句天公伯啊看到。第6趴上尾转遐是淡仔加吼，咱可能拢关系讲点仔加，毋过这拢共款是腔口的问题，吼，这就较无问题。第7趴第4段互相鼓励安慰，我会安尼读。后一段迄个字啊，同工吼，迄个我毋知讲。因为你有读工嘛有读，毋知啥要记啊。同工吼，我无确定是毋是安尼读啦吼。毋过我看应该是安尼是 OK。后一句伫破病还是破病主诉机制一样即个字就真欢一样共款啊，我会读共款。毋过就互你参考一下。第8趴头一段第2句话吼，简单讲，后壁迄个。一个啦，你拄则读什么？一个哦，我袂记啊。一个读一个就好啊。搁有第2段的上后壁遐有几个字，迄拢共款吼，无惊教条，无惊法统，无惊道统，
嘿，迄个囝爱变调。好，以上啊，对，补充一字，你拄则讲迄个袂晓读的第5拍的迄个字吼，第5纸迄个，我查着的是读崎岖。好，互你参考。安尼大家敢有听着其他的语词有问题想要提出讨论的？无，互你讲了啊。哦，歹势，伤到位。后一拍互你好啊。安尼敢来，安阳请讲。拄则我是听着第6拍第3纸，毋知是我听毋着还是安怎，毋过迄个八拄则若像听起来伊是讲本调的八上行。八上行。第7拍后壁算来第2纸，即字是定定互提醒的，就是词源是第7条。词源。拄则若像是读词源。啊，对，即字我嘛定定读毋着，词源。感谢杨的补充，感觉有其他的字。我想要补充一个吼，拄仔像安阳讲的这资源甲资源吼，其实这都好亲像咱咧讲放假甲放假，这是同款的意思啦吼。因为要安怎讲呢？这有小可不成文的规定啦吼，就是一开始讲大家已经习惯性会安尼讲，较听有吼。你若叫我讲资源，我会感觉迄个源吼，是毋是有啥物完整？迄个感觉，迄个字我会想起完整的完啦，吼，虽然讲伊是第1条嘛，吼，完整的完，对，这是我要补充的。所以这字吼，这像我讲的，就是甲咱一般咱咧讲话会讲放假，袂去讲放假迄个意思是共款，吼，这是一点。过来吼，我拄有想到话课吼。伫个第6拍第2纸的所在，吼，有一个天公伯啊，要放赞咱赞啊，吼，放赞的赞吼，是读3条。假使讲咱若甲读放赞咱吼，变做讲迄个咱吼，对头前变调，会变做第7条。赞本调嘛是第7条，拄仔听迄个话曲咧读是变做第3条去。好，以上。好，感谢阿明的补充。安尼敢有其他的问题？若无，咱就继续为第9拍开始。共款读4拍好啊，安样敢有方便？好。好，请。咱的10字是人的努力的产物，是人的血，我毋知影是血吧还是血吧？血吧。好，感谢血吧的产物，凡若是人的产物，拢无神圣不可侵犯的成分。咱咧做的代志，啥物部分拢会当改进，嘛着定定改进，常常改进。不但咱的内容、编排、用字等等可以改进，连咱的图案、咱的10字的名称，嘛会使大家来讨论改革。一个肉体无新陈代谢，我毋知影敢安尼。新陈代谢对。新陈代谢，伊个这我无啥确定，受暖，这安怎？我嘛毋知嘿。我紧等下来查看觅。好，会死去，这10字无时时修正改革，伊伫遐原地踏步，就是咧退步，都毋是咧做社会前锋，就是对伫社会较床后行。安尼就是亲像耶稣讲的，变做袂咸的盐，袂咸的盐就是粪扫。只有互社会淘汰，搬出去拼掉，我拼掉，咱的10字的存在就无意义。阮深深感慨的，就是过去咱寄台遐尼济伫新的执政党的顶面，结果看到台湾的政治台面顶的人，若伫政治、外交、教育各方面无大刀。这我嘛毋知，会改革，特别是对台语语言甲文字，
完全无认同、无认真推广甲教育。台湾的政治列车已经去行了，行啊！这台列车载着因满满的选举语言甲政治口语，已经出发啦。但是台语文人、台语文人赶袂赴这台列车，目睭紧紧只有徛伫后壁，视乌烟。这30年来的台湾移民史，就是台湾人的移出史。因为国民党的无人道压迫甲欺负台湾的实业家、宗教家、学者等优秀人才，拢离开故乡台湾，移民去日本、美国、加拿大，甚至最近民进党执政以来，台湾的企业家移民去中国，但是最后因的财产甲子女、囝儿，也是移来美国、纽西兰、澳洲等等的所在。台湾的鲜花不断流失，这是台湾的历史甲即卖的事实，现在的事实。好，歹势，我紧真歹。袂啦，莫安尼讲。感谢阿杨替咱读4趴。阿明，互你来讲迄几字好啊？拄则阿杨讲无确定要安怎读诶。好，头一字吼，就是阿杨读诶第2趴，吼，就是咱第10趴诶所在，一个肉体无新陈代谢，伊诶朽烂，即个字就是读朽烂，即个是台语无毋对，吼，伊毋是华语哦，捌甲查过。过来吼，共一趴诶最后一句话啦吼，只有社会淘汰，搬出去拼掉，还是拼掉吼？啊，我家己吼是会读拼掉。哦，搬出去拼掉，哦，啊，我直接要补充一下吼，即个线顶的吼，即句话搬出去拼掉吼，伫咧线顶甲册内底吼，伊无共，即句话伊搬出去后壁佫加一个字叫做外口的外，啊，所以我想线顶的迄个应该是加出来迄个字才对。好，过来后一趴吼，阿杨讲迄个。华语的生意啦吼，大刀阔斧啊吼，若要真正要来甲反，都是读较文的尔，或者大刀阔斧。啊，毋过听起来都较怪怪，伊这本身都是用华语来思考来写的一句话安尼啊。佮有阿杨读的最后一趴，尾啊迄3逝吼，也是移来美国、纽西兰、澳洲，阿杨读做澳洲去遐，还是澳洲。感谢。好，安尼以上。感谢阿明的补充。有一个字第11趴，要甲大家讨论一下啦。11趴下骹算起来第2逝，但是台语文人也是台语文人，赶袂赴即台列车。我想应该是讲台语文的人，吼，所以可能我会读台语文人。吼，毋是台语的文人安尼，这是我对即句话的理解。好，啊，第12趴，一趴吼一个变调的问题，第2逝，宗教家，拄则阿杨迄个教敢若读本调，宗教家，我毋知安尼敢对，还是拢会使。应该因为迄个是结束，应该是你讲的才对。OK， 好，到即几字补充。大家讲有其他的问题？有，就是好，第12趴尾啊，第2逝迄个思路哦，是毋是有安尼讲，还是？我感觉若是无要照伊迄文章顶悬安尼读吼，我感觉是会使讲细细啦，因为囝是毋是讲查甫的啊？啊，若查某囝哦，查某囝这是。我查某囝嘛是囝，你若讲你的囝哦，你的囝啊，伊就无分查甫啊。对啊，所以我感觉伫遮你可能要读囡仔，也是讲细细拢会使啦。嘛使讲囝字啊。囝字是毋是爱甲细细连做伙？囝字这不一定呢，这不一定啊，系啊。好，感谢补充。感谢。
好，安尼敢有其他的问题？若无我来继续读好啊。读到上尾可能伤济，我看我大概倒位甲伊停起来。这个事实的启示，就是天公互台湾的文明甲世界全体密切连结，拆袂开。最近王文湖来美国演讲，嘛是讲海外台侨就是历史以来台湾独立建国上大的动力。咱即个推广台语文的杂志是海外台侨的产物，咱的使命就是对海外传出真正的福音，就是救台湾语言文化的福音。台湾的语言文化是所有台湾要独立建国的重心，只有台语甲台文是救台湾的利器。咱若是无即种觉悟甲确信，咱得办台文通信，就是无采工，就是在做戇工。台湾是多种族群的组成，但是大部分人使用的台语，应该就是族群的结合体。犹太人嘛是多种族群的结合，因的国家的结合体，就是因的犹太话。好，我先读4趴。有人要甲我掠包无？小可啊，嘛毋是讲掠包，嘿，请讲。是头一趴的所在吼，即个事实的启示，尾仔遮，互台湾的文明甲世界全体，所以即个界我都袂变调啊，会读分调世界全体密切连结，好，安尼，佮尾仔最后一趴的即句话吼，犹太人嘛是多种族群的结合，拄则迄个族群的族吼，迄个缩声的缩音吼无去，安尼，好，就安尼。好，感谢阿明。敢有其他的字想要提出讨论呢？若无，咱就继续上尾剩4趴，想要来讲。要互我呢？其他人拢无出声，就无着你来读好啊。请。12月底，犹太人见面是互相讲哈努卡，意思就是独立建国、民族解放。纪元前165年，这个跳过 JM 领导人民起来反抗外来政权的压制，恢复因的民族的尊严。虽然经过2000多年的建国的苦难，因的人民到今仔日伫街仔路拄着，也是用哈努卡来互相请安，来增加因独立建国、民族团结的信心甲期待。咱台湾人的哈努卡是伫倒位？台湾民族大团结的结晶伫倒位？阮的小小意见是独立出头天。咱做伙来想，啥物是咱上有力？新的图、新意象、新眼界、新目标、新草根精神。编辑组组台湾通信的同工，虽然用真侪时间甲精神在做，毋过真乐观。做一个文化受压迫的民族，咱无悲观的权利，亲像谢志伟教授常常在讲的，欢喜做甘愿受。咱无屈足，对台湾运动的前途真乐观，共同勉励。以上。感谢阿明，替咱读上尾这4趴。嘿，我是无听着啥物字啦，只是有一个问题，小小的问题，就是第19趴吼的第2句话。什么时是咱上有力新的图？我在想，伊即句话甲线顶是生了共款，所以我虽然讲听读了怪怪，毋过伊甲线顶共款，所以应该毋是无拍毋着字，只是讲我在想，迄个新甲下，若是该换过来，上有力的新图案、新图、新意象、新眼界，安尼是毋是会较顺？若无，看无。对啊，这读起来客客。好，安尼甲伊记起来，甲伊建议一个，即2个字甲伊换过来，因为真正看无伊咧写啥。你看这嘛真，真心实啦，就是一个迄2个字甲伊
换一个位，迄意思就较清楚啊。嗯，嗯读起来较顺啊。嗯，好。咱即篇已经读煞啊，吼。我想讲，大家针对即篇敢有啥物意见想要提出来？因为其实亲像类似的文章啦，咱已经差不多规本册可能占8、9成拢是差不多类似的内容。吼，咱之前嘛捌讨论过真侪即款的话题。是今仔日读即篇了后，你有啥物新的想法？想要甲咱分享的敢有？其实吼，我想要简单讲一个吼，我是感觉讲，咱咧推广即个台语的即个罗马字吼，白话字，讲起来我是无遐尔啊悲观啦。咱讲实在，你像我过去我嘛毋知影有罗马字文字系统啊，还是到最近即2年才知影有即个白话字的即个物件。甲来咱现主时，咱已经知影咱嘛有来学即个文字系统，是互我感觉讲上大的好处，就是会当甲我推广的即个台语，用即个罗马字的系统甲写出来，会当甲表达出来，会当甲文字化，会当来书写。所以讲这是一种进步啦。像即马伫咱 Space， 咱遮个好朋友，咱拢有一个机缘。来熟悉即个台语罗马字的即个文字系统，这就是一种进步啦。伊都毋是变成讲，伊敢若是某一种族群，还是讲某一种宗教伫使用的文字，变做讲已经传出去啊。像我家己本身，我毋是基督教的信徒，但是我有接触到即个白话字物件，都是等于讲白话字已经打出去跨外去啊，伊毋是干那伫个基督教内面咧流传尔。这就是一种进步。这个部分我是介乐观啦，袂讲真悲观去甲看待。安尼，以上。好，感谢阿明的分享。我嘛是感觉讲，我是袂伤过悲观啊，只是讲甲即款语言搁捡转来，爱互大家来学写字，这真正需要时间。毋是讲1年、2年、3年都会当达到咱想要爱的目标，这是无遐尼简单的代志啦。毋过我嘛有观察到，就是讲，即马真正看到愈来愈侪人，伫咧用白话字，一个一个安尼谱出来，拢毋捌听过伊的名迄款的，我感觉嘛真趣味啦，嘛感觉真欢喜。所以看到有人咧写台文都，心情真好安尼。好，以上是我的补充。敢讲有其他的人想有意见，想要讲一个，发表一个你的想法，看起来是无吼。若无，安尼后一篇交互阿明。好，感谢小嘉。刷来咱要来读的文章吼，算一篇笑亏啦吼。这篇笑亏吼，短短尔，伫个册顶629页，刷顶第88期第16页。这篇文章叫做《苦瓜下皮》啦，苦瓜下皮，作者是这个国基。这篇短短我想一个人来读，还是要甲分做2拍嘛是会使总共3拍尔，一个人来读应该 OK 啦。敢有人要来挑战一个，讲一下笑话，互咱大家听？有。有。毋过毋是我要点话剧来讲笑话。好，请话剧。好，苦瓜下皮，国基。我有一个朋友，查某诶，结婚了后无偌久，开始落厨房。有一天去菜市仔买一寡苦瓜，转来要煮汤。伊看苦瓜诶皮摇摇，就甲卸掉，感觉嘛是袂歹食。毋过无答无杀，后来讲互朋友听。去互笑甲要死，无偌久，伊搁去菜市仔买菜，听着平湖菜瓜袂歹，要转去看着迄皮摇摇，想要卸皮，搁惊互笑，就切咧囥落鼎。食饭诶时，看大家面色拢怪怪，后来去问朋友，搁去互笑甲要死啊！伊是我诶好朋友，姓张，住伫斯卡布罗。毋知安怎念，听讲是台文通信编辑，一
真侪人捌伊。以上好，感谢维克。这边大家敢看有伊咧讲啥物笑话？这笑话就是就是应该写诶，应该写批无写，无需要写批，该写掉啊。那苦瓜食苦瓜都毋免写批啊。毋过迄菜瓜都一定爱写，爱甲皮写掉啊，若无，定诶无法度食。对，就是去买苦瓜，甲写皮，去互笑，结果尾佫去骗我，听讲这个骗我菜瓜袂歹，想诶，甲买转来了，想诶，顶摆我买一个苦瓜，买苦瓜写皮，落去煮，去互笑到要死。好啊，即摆买菜瓜转来，我怎莫写，这怎甲落落去鼎，结果佫共款去互笑到要死。天才啦，天才！这嘛趣味啦，可能是毋捌料理过诶物件吼，较毋知影，所以的。讲到苦瓜是会使直接生食诶，对无？对。你像人讲迄个啥物生菜沙拉，敢有迄个？毋是苦瓜吼？迄是试过啊啦。我想做试过啊去。真嗨！毋过苦瓜会使生食哦，我是毋捌试过。毋过听讲生食诶苦甲煮过诶苦是无共诶。因为苦瓜嘛有真侪品种嘛，吼，有迄款较白色诶，嘛有一款是青色诶，吼，可能是较我白色诶迄款苦瓜生食会较无遐尼苦。我咧想啦，毋过我其实我敢食苦瓜都袂歹，我实在毋敢生食。我会记得我细汉诶时阵啊，就是捌加迄个汁，苦瓜汁，加互阮阿嬷食，阿嬷啉。因为伊迄当阵身体无好，需要啉苦瓜汁啊。我毋知影是安怎，迄要治啥物病我嘛毋知。反正我会记得迄当阵就是我逐工拢爱加迄个苦瓜汁。互伊啉安尼，所以我知影讲苦瓜是会使生食诶。毋过我毋敢试啊，迄恐怖。是讲苦瓜吼，拄仔小可你讲有品种无共嘛，所以讲有诶苦瓜较袂苦，这有时阵吼，伊嘛爱看季节啊。有诶时阵伊诶季节若无共吼，种出来就较苦；有诶季节种出来就较袂苦。平平共种诶安尼啦。是，毋过即摆诶苦瓜已经无以前迄款苦瓜遐尼苦安尼。我细汉时阵毋敢食苦瓜，就是因为苦啊。落尾较大汉了，我就敢食，因为我感觉迄苦无我想诶遐尼苦，就是有淡薄苦甘安尼。其实袂歹食，佫会当退火，敢毋是？对，苦瓜退火。我想着讲，因为我较早我囡仔时我嘛毋敢食苦瓜，因为都是苦嘛，较大汉了吼，毋知是毋是迄个咱人诶迄个胃的改变，食物件诶感觉迄个改变，所以咱食起来感觉这都袂讲真苦咧，是讲咱较早咱囡仔时阵，咱拢毋敢食即项物件安尼啊。若是苦瓜我家己有发现着，我家己细汉诶时阵啊，真侪物件拢袂爱食因为迄个气味都袂合，袂对同。大汉过去甲食。譬如讲大同啊，我大同啊，甲即阵我嘛抑个毋敢食。无大同啊，讲起来其实伊是无啥物味，无啥物足奇怪味。有啊，有一个足奇怪诶味诶，我袂使叫伊咸味啊，毋过就是有一个足奇怪诶味。我细汉真正做囡仔诶时阵真正毋敢食，毋过大汉了后就食啥物咧煮肉诶时阵拢爱掺几块啊，迄个大同啊，我感觉会足芳诶安尼。对，佫包括一个迄个桥啊，较早有阿嬷若咧煮食啦啥，定拢会煮桥啊。较早囡仔看着桥啊熟诶，佫看起来毋知啥，食起来佫感觉迄个气味佫无啥对同呢，袂爱食，你知影？我其实嘛是共款，嘿。大汉了，咱去来食，感觉嘛还好咧，食起来都无啥，哪会较早囡仔时阵袂爱食。其实迄桥啊，我细汉时阵无爱食，是因为伊煮起来时阵拢熟烂，都看起来太过，你知无？我会记得有一摆，阮母啊，就是也是可能是阮阿嬷，还是阮母我袂记啊，煮迄桥，我就点仔细量就讲这是喷哦，要咩王拍，因为看起来就
即恐怖诶，安尼收收。嘿，落尾我知影讲是安怎，我无爱食。其实囡仔人无爱食糯米项诶菜色吼，真有可能啦，是迄煮诶方式无合伊诶味。那譬如讲，你若是迄菜吼用烧诶，都无好食。啊，毋过你若是用火去炒，也是讲去用烘诶，无的确会搁较好食。对啊，所以我想好，安尼是毋是爱怪阮厝里诶时段较袂晓煮青菜安尼，害我看着遐个菜拢想要吐。这嘛无一定呢，因为平平你若讲共款的煮法来煮啊吼，细汉特别爱食，大汉都袂讲爱食，啊毋过是食会落，袂主动去食啦。但是讲，比如讲咱若有便当吼，有药啊啦、苦瓜啦，搁较歹食嘛会甲食落。吼啊，袂委款伫个囡仔诶时阵吼，感觉啊苦瓜我都袂，哦姜我都袂，桌顶若有迄两样菜吼，绝对袂去硬啦。所以我有伫想讲，是毋是咱人诶迄个体质大了改变啊，所以对迄个味，咱就较袂遐讨厌安尼。可能是安尼。像迄个铁瓜仔吼，你若叫我安尼吼，食规条，莫讲食规条，你就算讲切片安尼啊，切一片一片吼来食，我嘛无法度咧。啊，毋过你若甲放伫迄个吐司内底啊，是讲 hamburger 内底啊吼，迄款叫做小黄瓜，拢会甲摕做一丝一丝安尼有无？迄个刀，迄支刀啊做啥吼？刨刀晓？在下皮刀哦。嘛毋是下皮，你就是规条有无？规条刺瓜啊吼，啊伊个刀啊，哦，会使抠一条一条迄款诶。对，抠一条一条细条。我毋知呢，敢有人知影迄要安怎讲？抠刀，敢叫抠刀？抠刀，哦，嘛是会使嘿。哦，啊，就你若抠做安尼一条一条安尼吼，甲搞伫迄个 hamburger 还是吐司内底吼，迄款诶我就食会落啊。啊，你若叫我讲切片诶，啊，拢莫甲其他诶物件揽做咧食吼，迄我就较无法度。我感觉迄刺瓜有一种特殊诶味啊，迄个互我闻了感觉小可会冰白。你也有会使试看觅用煮诶啦，就是炒菜诶时阵，等几块仔去内底炒咧。其实迄炒过嘛真好食呢，炒过刺瓜仔嘛真好食。啊，毋过你中迄个心啊，爱甲伊乌掉，啊，若无迄炒起来会烂去。互大家参考。因为我印象要炒诶，就是鸡肉掺迄落刺瓜仔切片。鸡肉掺刺瓜啊，用炒诶安尼哦。对。台湾诶煮法通常敢是拢摕迄个葱仔落炒，还是讲其他诶？葱头。对。拢会使啊，其实红菜头嘛是会使啊，拢会使啊。红菜头嘛会使，对。对啊。毋过我要讲实在，就是我感觉红菜头吼青食较好食，煮过无好食。毋过嘛是共款迄个红菜头诶味啊。啊，就是迄煮过红菜头诶味都无共啊。哦。对啊，就是青食较芳，啊，搁甜甜。啊，若炒过都变软啊，啊，都感觉有一个土味，知无？嘿，我毋知，可能是我较喙较我较歹喙斗。嘿，咱今仔日时间才1点钟呢，敢有要来啥物特别节目啊？特别节目啊无，咱敢要搁读一篇文章，挑战一下。好啊。好，啊，咱甲现甲633页诶所在。咱老话区吼，那个落一读有老话啦吼，伊讲 Green bell pepper is 臭青味，安尼晓？迄伊讲诶是台东啊。好，台东啊。臭青，搁臭搁青。我是毋是？毋捌安尼讲过呢。臭青甲臭臭共毋共？敢若无共，臭臭毋是迄肉烂去诶迄个。还是讲，迄肉诶味足重诶，迄个腥味啦，讲华语讲诶腥味较重安尼。毋过臭青嘛是讲迄个腥味意思了。毋过是毋是专指菜色诶部分？罗伊多也莫请伊来解说一下。大家好，我罗伊多，这是
草一般讲的是甲动物性的鱼仔是种肉的臭草，挂草的时阵嘛有一种臭味，迄叫做臭青味啊、臭蛆味啊。有诶菜嘛一个臭臭的味啊，就是我想应该嘛是甲臭的迄落臭味共款的臭青味。我是无确定，我拢讲臭青味，我听嘛是讲臭青味，毋过无确定讲是嘛是会当讲臭青味，因为是青草的迄个意思嘛。有诶菜烫过都，就是小可过水烫过伊都无，较无迄个菜的臭青味。臭青。我即个讲法会当理解，毋过我真罕会听着。嘿，亲像你讲迄款菜有臭味啊，真侪菜拢有臭味啊。譬如讲，对我细汉嘛是无啥爱食迄白灵仔，因为迄嘛有一个臭味。吼，啊，佮有迄个苋菜哦，嘛是有臭味。咱的菜拢是臭的，奇怪。我想到一种做做臭青母。啊，对对对。拄好我想要补充一个，就是拄则落去都讲的这个臭青吼，伊伫这个体制书典内面啦吼，共款啊，就是写这个sinh味艺术啦吼，就是咧形容，比如讲食物，就是植物的物件，还是讲昆虫类迄个物件，啊伊后壁佫有写着臭草、臭莧，哦，拢是类似的迄款的讲法就对啦。比如讲咱会讲莧味嘛，有一个莧安尼啊。豆人莧。对。对，安尼咱。我想讲啉迄个羊奶的时阵啊，是毋是嘛拢有一种迄个莧味对吧？对啊。稍微款的。羊莧味。嘿，对对对，有个人就爱啉迄款莧味愈重的愈好，对无？敢若是呢？你是讲我哦？我无讲，我是讲有个人。哦，对啦，我爱食羊肉，我阁爱啉羊奶啊。我感觉迄个，毋是讲臭诶，伊可能是因为我介意，所以我袂感觉伊足臭诶。伊是有迄个味，啊若味迄个味若嘛袂讲足重诶，若是伤重嘛无啥好食呢。其实你有迄个味，嘿对。嘛爱毋过迄个味嘛袂使过头。对。啊，若无你若食羊肉无羊肉味，还是咧食啥？都无感觉是咧食羊肉对无？好，安尼咱继续。一直讲着食诶，巴肚要枵啊。好啊，咱来甲现甲633页所在，咱来看一篇文章，叫做《台湾的好食物》。这篇文章伫咧线顶第82期第16页的所在。这篇文章是周安美，总共有5趴，想讲大家咱来做伙甲读这篇文章 ，OK？ 咱一人读1趴好啊，这嘛短短啊，拄啊好5个人验麦。我毋知影落去倒方便无？毋知是毋是咧上班？有互我一个赞，就表示 OK 啦吼。第3趴互你好无？因为第3趴较长。伊讲 OK 好，安尼阿明头前2趴甲上尾2趴，互你来点名。好，头1趴，无咱请阿杨，咱来读第1趴，敢好？好。离开故乡来到加拿大，得要30天，时间过了真紧。会记哩拄来的是，每日思思念念的，就是故乡的亲人，甲台湾的好食物。好，感谢读食物即较文啦，吼。好，感谢阿杨。应该是无啥问题，大家敢有听到啥问题？无呢？若无咱就搁刷落读后1趴，无咱请维克。好，古早人讲话尾仔指喙焦，我每日伫纸顶面写肉丸、肉羹、蚵仔煎、活鱿鱼、变色、冬仔米糕、切仔面，若亲像坐伫夜市仔的路边摊仔食点心。喙烂就强强要流落来。好，讲问题应该嘛是无啦吼。第3趴，咱请罗伊读替咱读。好，开始。伫台湾的时，对初中开始到读大学，甚至毕业了得教册，拢是住伫学校的宿舍，包大包食，无机会煮食。来加拿大结婚了后，每日爱煮3顿，实在真为难。迄时对台湾寄来的菜刀王，拢毋敢磨，惊互伊刣着手。切菜时分骹分手，
煮起来的菜毋是收咸，就是收正，拢袂拄拄好。有时兴趣市，一步一步学煮台湾料理，毋过迄阵材料拢袂齐全，经验无够，有时无法度煮会好势，有时嘛想要学因生友邻食青菜沙拉，又搁袂习惯。以上。好，感谢罗伊多，讲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有，歹势，拄则罗伊多咧读诶时阵，我拄仔好伫咧补充咱即篇文章吼，放伫咧山顶，所以我无一字去读，毋过我有听着一字，就是你读诶位下骹算起来第二段，拢袂迄字我会读矫正，互你参考一下。好，以上，即字吼，我补充一个，即字若要读第全嘛是 OK 啦，无问题啦，矫正第全拢无问题。好，感谢。罗伊多，请讲。我拄仔读诶时阵，我若是家己口语，我会想要讲交文，不过我就是无确定，所以我就直接念这文章诶所以即个事真正我家己嘛无确定。毋过若是要形容即件代志，我会讲交文啦。交文，做袂交文，传袂交文安尼。拄仔小可讲交战、矫正，甲交文诶意思可能共款。好，谢谢。好，感谢。补充一个迄个共款即字啦，其实讲起来，即个字吼，伊真侪讲法，主要像矫正啊吼，这传，就讲罗伊多讲诶交文，其实拢共意思，搁有一个交逼。好，以上补充，若无问题，续落来，我想讲后一趴我来读，小可来做结尾，安尼，好无？好。有一个英文字啦吼，假使讲我若有读毋着，再甲我指正者。住伫瓦特鲁的时阵，有一日伫农民市场看到卖蚵仔，真欢喜，就甲伊买一盒回来，煮好食起来，才发觉即个蚵仔足大尾，含台湾的无共款，做起来无亲像台湾的遐青甜好食。好，以上。无问题。若无问题，请小嘉。好，到今仔日，台湾来的移民愈来愈侪。台湾的美食文化也已经发展到加拿大。阮伫多伦多的超级市场，拢会当买到好食的台湾点心，甲做点心用的材料，实在真方便。渐渐也有袂少正港的台湾料理饭店。毋过，较安怎讲，要是故乡的菜，食了较惯势，较对胃口，若亲像听到讲台湾话遐尼亲切共款。好，以上。好，感谢小嘉。这篇文章吼，后日特别问吼，大家有啥问题？应该是无，我嘛无听到。我挡袂牢，想要和大家讨论吼，就是这篇文章主要是咧讲这个作者吼，伊去甲加拿大照念台湾的亲人，搁食米。这是我较好闲的所在，好奇的所在，就是我是无伫国外生活过。其实咱现场有几个朋友是伫国外生活，毋知讲大家敢会去少念讲台湾的食米，若有会安怎去料理，是讲会去找亚洲的商店，还是讲去比如讲某一条街专门咧卖亚洲的料理，还是讲家己去超市买回来，家己煮食安尼，看大家有要分享无？安尼我先来讲。我进前读大学，甲有几年咧做工课时阵是住伫美国。迄当阵拄则阿明讲的，我拢有做，就是伫阮遐迄当阵嘛有一间台湾人开的餐厅，有时阵就会去食无可能就是逐工拢去食，所以嘛是有像你讲的，有咧卖亚洲的商品，还是菜色，还是料理用的物件有时阵就是会去网络顶悬找食谱嘛是家己会煮安尼。所以按样你是看食谱家己落研究家己落煮安尼，还是讲有人伫边甲你教讲即个物件要安怎创，要安怎煮安尼？是你讲的第一款，因为迄当阵就是我家己伫遐，所以无人伫边讲要安怎做，我就是爱去找食谱，还是。我嘛是敲电话问厝内的人讲要安怎做，甲记落来要做的时阵就是照安尼去做。
啊是讲你家己咧煮的时阵，你拢较接咧煮倒一项料理，还是讲你较爱食什么款的料理？什么款的料理？若是较简单的，就是像炒饭安尼啊。因为若是炒饭，就较毋免食谱，毋过就是去买，因为伫美国嘛有迄种冷冻的菜色，就是无共的菜色放伫共一个落仔内底，拢切好啊。你是讲迄个三种色水的迄款哦，台湾人上惊迄款放伫咧便当内底迄物件吼。三色豆苗。嘛无算是迄，就是因为因嘛有像花茶有无共的啦，啊，拢是冷冻的安尼，啊，都毋是干那你讲的番麦啊、生豆啊，啊，搁有红菜头安尼，嘛有其他的。若是肉，就是家己切啊，就是嘛是放做伙炒，啊，搁有卵安尼，迄就是算是较简单的。了解，你伫美国。你讲拄仔你有去食迄个台湾人开的餐厅嘛吼？嘿，食起来口味甲你伫台湾食过迄个敢有相共？还是讲因为伊伫咧美国开，所以敢会想讲会去要配合当地的迄款气口，会去做一寡改变？改变应该是嘛算是有，毋过就是无介济啊。伫我住的所在，就是敢若迄间我知影是台湾人开的。因为头家娘会喊我讲台语安尼啊，不过就是其他的可能都毋是台湾人开的华人餐厅安尼啊，因呢一定拢是美国式的迄种物件啊，不过因遐就较先就是会用点倒菜迄种菜安尼，因为其他的较济拢是一人一份安尼。因为伫遐读册啊，搁有做工课的时阵。遐嘛是有一寡台湾人啊，就是小招，若毋是家己去，就是有时阵会小招做伙斗阵去啊，就会叫较济菜安尼。哦，了解。啊是讲伫遐生活，啊是家己煮较省，还是食外口较省？你若一个人煮，一个人食，应该嘛无较省呢。我这就是无了解啦，还是讲美国迄边可能税金重。所以食外口其实嘛无介绍。嘿，美国食外口无介绍。若是家己煮，因为我毋是一个动作真流利的人，所以大概煮饭拢爱开足济时间。所以我大概煮拢是煮足济啊，都会家己冰伫咧冰箱。可能有足济顿，拢是食共款。我遮毋免就是逐工爱传安尼啊，当然若是出去，讲起来就是都毋免家己传安尼。了解所以就是按样较省啦，就是你一摆煮就拢煮一大鼎安尼，啊连续食几啊工，食几啊顿安尼。我是安尼感觉，就是像拄则你讲的，若是我家己煮，就是可能较省钱，毋过就是较开时间啊。若出去外口食，可能就爱开较济钱，毋过当然都是先爱料理的时间。了解。嘿。其实我感觉即马咱在座捌伫咧国外，也是讲即马当伫国外的多三个人，因为是有伫咧国外的经验。我想讲，其实对食的物件，伊若是真正是自细汉食到大汉的物件，你常常去一个所在，拢无你熟悉的物件，你会感觉少稀味的。就亲像拄则样讲的，你伫外口无亲像伫咧台湾啊，凊彩找一间店都会使食个俗俗啊，逐工食外口嘛真省啊。毋过像阮即款伫咧国外吼，伊食一顿啊，可能会使伫家己厝里煮10顿啊。所以要去外口食的是要有一个好的理由，还是讲真正就是想要好好享受一下，才会出去食。若无逐工拢是伫咧厝里家己煮家己食。你讲煮台湾的物件嘛，安怎讲呢？煮起来物件是会有成，毋过毋是完全，因为毕竟迄材料是无共款的。伊内面即篇文章写的譬如讲啥物蚵仔煎啊、变色啊、冬仔米糕啊、切仔面啊，有一寡物件是你家己煮会出来，就是你去亚洲的超市
你有法度去买着相像的物件，你是做会出来。啊，毋过真侪物件是无法度煮出来的。吼，莫讲资料甲台湾的口味真共，是家己真正母袂出来。亲像我家己就是，迄臭豆腐我都母袂出来，嘿，其他的佫会使勉强斗一个，即边斗一个，迄边斗一个，对啊。像我嘛做过菜头粿啊，做过肉粽啊，嘿，迄拢毋是问题啦，只是真正就开时间诶。啊，就是上困难就是臭豆腐，对我来讲这是无法度诶。所以大概若转去台湾，我应该臭豆腐食较饱呢。好，以上是我的分享。其实吼，主要小甲讲到迄个臭豆腐啊，有时啊吼，我家己若去买臭豆腐吼，会甲头家交代讲，会麻烦甲我迄个臭豆腐吼煎较卤咧。其实煎较卤咧，这个卤我毋知影用华语要安怎解说，我毋过我想应该是讲华语讲炸得酥一点安尼啦。除了叫头家煎较卤咧以外，其实臭豆腐都是爱食伊的原料。比如讲伊的豆油啦，吼，还是讲伊的迄个泡菜啦，这个物件。我讲我家己一个经验，就是我较早有一个亲戚啊，咧开臭豆腐的店，伊捌去问人啊，吼，去问人讲原料要安怎做，伊家己做，伊原料确实好食，还包括有咸的啦，吼，包括迄泡菜啦、豆油啦，伊臭豆腐咧食就是一个气味啦。以上简单分享。即摆讲臭豆腐是毋是？大家确定啊？读册会结束要出去外口买臭豆腐来食宵夜。讲迄味拢走出来，知无？哦，莫阁讲啊，我食袂着，莫阁讲啊。好，安尼做结束，感谢明。今日结束是你还是我？好你好啊！我即摆已经想着臭豆腐，我都无力啊。互你来讲。哦，要起来。莫阁讲啊！咕噜咕噜，以后咱伫咧，以后咱伫咧空间哦，不准讲臭豆腐这三字。好，感谢。哦，安尼了解啊！臭豆腐这三字是小可禁忌，所以后摆伫咧空间拢袂使讲。啊，无随讲伊就随要起来。好，啊，咱今日先到这哦，吼，因为时间嘛差不多啊啦。好，今日真感谢大家吼，来参加咱倒数第一车帮的节目《车帮风上局》。今仔日是第1季第9集。咱后一回的读册会时间是7月18，同款拜二暗时9点半，咱准时来放送。好，今日真感谢有来参与的朋友，不管有野麦无野麦，都真感谢大家的参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平安。大家安安，大家后回再会。安安，再会。再会。再会。拜拜。今仔日的语词：耕作、崎岖、吞大、论命。休烂、新陈代谢、焦长、坐船、无达无煞。